来继续来看行政院最近来提出着几项压制房价措施，尤其是内政部嘛要来规范红单转让，也就是预售厝的交易。若是无见照，就开始来出售红单，要加重来处罚。 房价悬，互真侪台湾人拢唔敢买厝。政府要来对付炒房地产的，行政院是个登录修法，房价未来逐户登录。预售屋签订买卖契约爱30天来申报，体悬是个登录的随时性，该规范预售屋的买卖。 没有建造就开始出售红单的这些，我们一定严加处罚。我们总共现在已经查缉了44个案，我们会不定期、无预警会查缉这些销售。 希望阻挡炒房地产的，互少年仔敢买厝、敢结婚生囝，因为这有关着国家安全。当他可支配所得增加的时候，结婚了以后他就敢生小孩子，再加上我们的幼儿津贴的政策，我们托育的政策。 内政部嘛预计伫咧明年换发数位身份证，不过选因为牵涉到收济因素，扣除案法界学者专家联署反对，公民团体各经法院，不过开庭时阵内政部煞无来。我们委任的律师他冲庭，所以跟法院请假，而且经过法院的准假。 强调全部的律师拢可能会面对冲庭，不过数位身份证特别杀出来，含本来规划明年1月伫咧新竹市、平湖县、新北市小规模试办数位身份证，即马刚刚剩新竹市，而且阁是以民众家己愿意申请为主。